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类呢个节目啊。读福喜类呢个节目，地度从头到上个动动冇强嘅议题，老大家都分享哦，有啲很严肃，唔过对都非常嘅轻松哦。过去嘅节目地度，你从头到介绍，度你台湾了啥报道地度有动到嘅后生嘅，记得慢慢，所以佢记得嘅中头哦，都家中头做到都有意思嘅故事，仲系稳重嘅送评啊，然后嗰本大家了解，记得嘅中头有乜嘅童年嘅故事，係咪神奇嘅事情？基本嘅強人哦，你少介啲下兩屆後生人哦，記得讀你土壤啊，台海了只地方你哋進行記得嘅工作室啊，到底係用應該作品，用應該故事，係講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基本好好嚟分享嗬。大家都邀請你嘅體界來賓嗬，係嘅後生人哦，係馬莎咧係日天節目所嘅共同創辦人郭慶榮，歡迎。大家好，我係郭慶榮。好，这是共同创办人之一，是哈，所以今天很高兴我哋有向你來哈。謝謝。第二個呢，天意界係馬莎咧係獨立在工作室第二獨界設計師哈，佢係馬莎咧係 Peter， 歡迎。大家好，我係 Peter。Peter 哈，設計師對不對？對。因為設計師就是會有這種氣質，對，好像氣質。對，職人氣質，哎，你說得很好哈，職人氣質，哎，要當一個職人不容易，你要成為職人，可是有經過一個很長的一個磨練哈。但設計師的氣質是什麼？讀國語節目地讀哈，從頭繞牆曬給四斗節目地讀哈，他們就是很厲害，可是又很腼腆，對不對？有這種感覺嗎？有點害羞。有點害羞。Peter 你會嗎？會，就是熟了就不會，熟了就不會哈。我們趕快來熟一下哈。所以其實第一片中大家有看到啊，好像很有味道哈。我哋一片有咋啊？你講 P 組嘅卡巴哦，條前沒有用 P 組冇強改作品啊。片中可能咧講個東西都動有意思啊，動匠，因為你有小改也是喺度台還有在提供我們有個工作室，是，或是說一個平台，或是說一個空間。來，你好好介紹一下，它叫做日日田，這名字好有趣，而且是植物所，對不對？職人的職，對，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實日日田植物所啊，我們當初在想這個名字的時候，其實我們那個工作室是位於一個。一般人家講你要做一個設計工作室或設計公司，通常會去在都會區，對，但是我們選的是我們自己的家鄉，它是一個農村，對，要挑戰在鄉下的一間設計工作室，對。那我們在想日日田，它其實是 day by day， 也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感覺。那田除了在農村，它其實放眼望去有一望無際的田之外，其實它也象徵了我們每一個生活的豐碩成果，對，然後也像是不斷的累積跟這塊土地，是，所以其實台大為地哈是在大溪這個地方，台海。說實在的，一般來說，台大講到台海，第一個想到是什麼？會想到那裡好像有木工，好這種感覺，對，然後會覺得那邊有豆乾，是，對不對？好，那邊是古城，是 ，OK，然後大家還會連着想到的是什麼呢？就是說，好像慢慢的，最近大家會去重視它，越來越活絡，對，好，最後。其實大家會想到，就是說，那到了那邊之後，開始慢慢有一些文創的年輕人從那邊駐點，或者是從那邊開始不斷的經營。好，所以連下台大走的看到動動你一天植物所的照片，這都是你們工作室的照片。對，那在那邊經營這樣的東西，也算是有文創商品在裡面。對，那你怎麼樣看待文創跟你所謂回到大溪，你所謂鄉下這個地方這樣的結合？其實我們很多學子其實都是會在外面求學、讀書，甚至工作，但是不一定有人就是真的回到自己的家鄉去。那時候其實我是很想嘗試做不一樣的事情，因為我本來在學校服務，作為一個老師，對。然後既然要做這一件事，要去做一個挑戰了，思考了很久，最後還是回到選擇自己家鄉這塊土地，所以回來桃園。那我回來桃園，它是2年半了。對，那其實過程發生很多事情，然後也不斷持續的累積跟醞釀。那大溪很幸運，因為它現在有一個木藝生態博物館。哦，對，它是在談的，它是一個生態博物館。對，所以它其實涵蓋整個大溪都在博物館的概念裡面，它不會說是一個大館舍，館內是博物館，館外就不是。哎，這很棒哎，這種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這種感覺是有一個人如果到了大溪，好，它變成一個社區的一個概念。他就說，如果有個人他來旅遊以後很蓬勃，他說你好，我要到博物館，然後你們大溪人就說你現在就在博物館裡面，沒錯，是不是這種感覺？就不會說，哎，你前面右轉那邊哈，那邊有一間那個建築物，就不太是那種感覺。是，你現在就在博物館，所以整個大溪整個這樣子發展起來，會希望它像是一個大型博物館。對對，而且你剛好提到，像裡面有糕餅業，是，對，等等，這像這都是有可能會都是共同參與的。對，所以你的理念。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日日田植物所，我们希望就是说。来到我自己家乡，它是一个乡下，很多人不会看到说它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包括老的工艺店所，然后老的农夫他们在做的很棒的产物。是。然后设计工作室，我们希望就是说创造一个我们进去之后，希望大家一起共好的那种概念。这概念很棒，共好。因为其实不是我回来在这边开个工作室，对，我希望是经营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营造，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概念。对，其实我后来的概念就觉得说，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其实真的可以尝试的事情太多了。那最重要就是这件事情要好玩，而且有趣。不过很有趣耶，Peter，你现在在那边工作，里面有很多设计师吗？有蛮多设计师，所以你是其中一位。对，我是其中一位。对，所以大概有几个设计师？其实我们像是一个平台，所以常驻的不多，但是我们这个平台来来往往，然后互动合作的设计伙伴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是桃园在地的年轻人。太棒了，地点好不好找？地点其实非常好找，但是如果现在因为它地址重整过，所以要找地址有点困难。但是其实最有趣的是，我们那个点是在一间老庙的庙城广场。这真的很有趣哎，怎么会在老庙里面？为什么？听说是在什么永昌宫？怎么会这么奇妙的结合？对，其实。庙宇其实是一个，尤其是乡村地区非常重要的精神凝聚地。那个地方呢，过去其实我自己家乡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我已经从小就是甚至玩耍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它是一个荒废的仓库，那个点我们就觉得哇太可惜了。然后后来之后有这个能量，也跟博物馆合作，我们希望把那个地方重新打造，变成一个青年创作平台。所以人家也愿意。对。提供一个这样的地方，就说好，你们来这样子。对，其实社区的长辈非常可爱，就是我觉得长辈们听到年轻人愿意回来尝试，他其实都蛮愿意协助、大力协助的。对，因为大部分都是说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了，都是高龄化，然后年轻人都到外地去打拼，所以他听到要回来，那个气氛不一样。对，所以你们就真的在那个永昌宫里面找一个空间做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在永昌宫旁边，它也是属于庙地，它的仓库。它的仓库对，原本破破烂烂的，但是我们就进去把它整理。对，就你们就进去就是徒手整理，就是这样把它经营起来。其实这种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流汗美学。是流汗美学，只有亲手下去做，那种空间的感受是不一样。其实今天你带了这么多的作品哈，Peter 的都亚片哈，泰嘎会跟我，你刚刚说流汗美学嘛，只有你亲手做。其实我们讲到文创，很多东西也是你的手作美学。对哈，我们现场看到非常多的作品，其实这现场看到的作品都是 Peter 的。不是除了这个，我说像皮制品，没错，都是 Peter 的。对，所以 Peter 你一直都在从事这样的工艺创作吗？对。不过因为我平常的话平常是一位工业设计师，就是设计产品。那这是属于就是业余的副业的。你业余副业还可以做这么像正职，刚老板点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也能体会？他其实就是很认真对待他在创作的这一件东西。那不同于我有时候听他讲啊，他甚至热爱这一块的程度更胜于他的正职。真的，你看现在这个看到的是其实是 Peter 的作品，它这个是一个类似可以收纳的一种卷线器的一种东西吗？我猜的有没有错？这个照片是嘛？对不对 ？Peter，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不瞒您说，我才花了一大笔钱去买了。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上网去看，我说我这个耳机的线我一定要收纳，所以我就去找了这样的一个皮制品，然后我才买。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我特别有感，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早认识 Peter 才对，对，好可爱。所以其实像现场的皮制品，其实刚庆荣跟 Peter 也有讲，就是说这个的皮制美学对你来说，其实它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它有一种精致感、工艺感、手作感、复古感，然后高级感，是有这种感觉。对，所以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作品？好，我的作品的话，就是那一个来说好了。对，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手提包，那它的木柄就是用大溪的在地文化的元素，那它是用木头，是。然后我是用数位化的方式做成一个提把，对。然后就是提把跟木头结合，会有一种温润感。对，没错，因为有时候皮革如果你没有做的很女性化，它其实比较粗犷，有时候会有种粗犷的感觉。但这个就好像好适合，很细致，很适合女生。你这个作品也是只有一个吗？对。
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要逼死，就是去那边买东西的朋友。对，它持续都是，其实它这种皮制品，尤其是手感作品，大部分都 focus 在定制。对，那其实手工客制化也好，或是独立的独一无二。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东西，有时候其实可能这一次来你有看到，这下一次不一定。那变成另外再去克制。是，好，这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一个其实，那这一个是已经卖出去了还是？这是已经卖出去，然后又再做一个。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说卖出去的客人还没拿回来，我们先摆在这边给观众朋友抗议还，其实没按给你。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刚才 Peter 讲到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在大溪，所以它你结合的就是像那边的木工的一个元素，所以结合成这样的一个皮质感。所以这个过去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是会尽量的看看在地有什么样的东西你是可以结合的。对。对，所以乡亲朋友其实基本你带落一个作品非常感动，我们也是现场看到个安样个头一听还有当到其他个作品做啲让大家来分享到底形容应该创作理念形容应该做你请乡亲朋友先聊下，你感觉差？你等下好好来问，到底记得有乜个故事？欢迎昨天绕墙堵台海了一改两改后上改朋友哇，真的是看到两位很年轻，然后又回乡，总以及大改种田，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文创工作。我觉得刚才在双团节目给到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共好这个概念，我们大家一起好。对，我今天回来这边是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庄头，在大溪这个地方，未来可以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我们那时候我们很多小点做起，那其中你们就是一个点。对，当这个点多了，点，它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面了，对哈。那刚才台嘎肉台嘎少改一张卡棒，是它结合了在地的工艺。其实这就是因为大溪木制品木头的工艺很盛行。你这边我现场也有一个皮质的这个包包，这是 Peter 的另外一个作品，对不对？对，那是我就是第一个跟木头结合的作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包的边边这两侧都是木头。对，你怎么会想到要这样结合？想要结合，因为就一样也是想要找一个在地元素，对，因为我原本一开始做都是做就是纯皮的，那对，就是在大溪待久之后，然后就是会想说尝试一些不同的木子，就是木的材质搭配。因为我们在尝试就是在想说，其实不同的创作者他在凑在一起，像我比较常做木作的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鼓励说，其实我们很钻研在一个媒材的时候，可以思考个跨媒材、多元媒材的结合，跨领域的结合，会不一样的质感。对，那会激荡出很有趣的火花。对，所以像这个包包也应该很受女性朋友欢迎。有很多人询问度非常高，询问度很高，对啊，因为它很精致，然后它皮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再搭配上木纹，其实是很有趣的。对，然后它的那种精致度就整个会质地会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Peter 讲的，跟庆荣这边讲，就是说其实是互相激荡的在地的一个媒材。然后如果今天也不是在大溪，你未必会这样做，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很珍贵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之外，其实有没有结合其他的在地产业，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想法？是我们现在其实当然木作是很主要的，那我们自己就是开始思考，因为日日田它是一个设计工作室，对，当一群设计师他的设计能量其实是有办法可以激荡，甚至改变一些很多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是说，透过我们的设计跟激荡的创意，能够结合包括木作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老糕饼铺，对，怎么样重新去诉说它老糕饼的故事？对，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这个文创商品在这里，可是我们又说到是糕饼糕饼是吃的东西，对不对？对，你在想说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要跟糕饼铺结合，或是要怎么样去诉说糕饼业的故事？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一定要先去挖掘，因为其实很多像这些老店非常可惜的就是说，他们可能太习惯了，对，他们会习惯于他们看到的东西。像我们那一家老糕饼店，它甚至已经是第5代了，所以可想而知它的历史。它真的因为我们去，它就挖出一个状元饼的模，哇，连老板他都说我没用过。哇！所以那个是超过100年以上，是，就像你说，我们好像是变古迹一样，就是我们是一个文物，对，真的是文物，就像叠哈嘎迪度也青斗，以前港铁
耕种的人留下了很多的那些东西。我们以前那个老人家会觉得啊，这我们每天都在用，现在反而特别珍惜，是放在博物馆给大家看。对，你看像机器发达之后，我们收到是用机器，对不对？以前它其实不是的，它有很多那种木质，有没有？你知道那种非常多木质的对木质，农具他们会找那种乌桕树，像以前是乌桕树，那乌桕树去雕刻成的一种。我这种跟他讲某专家，我很怕我讲错，因为就是像在那真的学问很多。对，我们店里面啊，就是我们空间，我们在整理那一间是一间仓库，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非常多的宝贝，但是它原本是被丢在里面当仓库，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我们墙壁上就悬挂了这些老的农具，好棒哈！对，可是现场我们也看到那个 Peter 的。待会青豆给工具哈，请问你今天是要做一个这样精致的包包送给大家吗？没有哈，共对不对？其实不是特别把 Peter 邀请来，就是其实你真的就是亲手一针一线这样缝的，对你都会，你如果你会怎么示范？对，手感，譬如你的那种手感，就是我会用。我们下次要告诉大家，一切都是真的，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对，这个是钥匙圈是不是？对，这是钥匙圈。那我们的缝法会是用马鞍针的缝法，它是属于比较扎实。对，跟用机器车的不一样，就是机器车的可能扯一下就全断。所以像一般这种皮质的钥匙圈也有用机器车的哦。有。对，我好像问了一个好像没有很专业的问题，好，抱歉。所以我们现在讲，所以这个钥匙圈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就是这样子，对，这样子缝，对，就包含这些都是。对。所以你有要示范吗？现在有，有点等不及，有没有？想看看一下工艺师傅的手，然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哈。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在缝制的过程当中，基本上 Peter 很专注嘛，那你在旁边就是。其实这种你看工艺师或是职人他们在做这一针一线的手感的动作，有时候蛮疗愈的。是耶，真的，有时候工作很烦躁的时候，觉得快要受不了的时候，躲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好像做一些手工艺品店，然后整个就心情变很好。对，所以我们也开始陆续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开出一些手感工作坊。然后其实让大家来这边参与，他不要拉得太远的距离，其实你要实际去参与。当你做过之后，你对这个东西，你买它可能很快速，但是当你亲手做，这个手感融进去，跟你的时间跟记忆融进去之后，这个东西承载的东西就不一样。是，不过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Peter，问一下你刚刚这样的过程当中，心灵有得到沉淀或觉得很疗愈吗？就是会让自己就是会练就，就是会比较有耐心这样。因为像我做那些东西，它可能要花10几天，也有可能就是从一张原皮到裁切打板跟上色，然后到缝制，就是都是训练耐心。对，刚才其实从画面上我们有看到哈，其实 Peter 他缝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一针一线呢。对，好，然后这中间其实也有你的汗水在里面，对不对？对。对，而且刚刚说缝那个钥匙圈是马鞍针的缝法，意思就是很牢靠啦，对，非常非常的牢固。所以每一个其实对他而言，他都会花很多心血在里面，可能跟一般人对，就是说，我一个商品现在是花这么多的设计师的心血，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说，每一个东西当碰到真的喜爱它的人要买走的时候，有点像嫁女儿，会舍不得。对，也会舍不得，就是卖出之后就也会舍不得这样。对，有时候我跟他说，这个有人喜欢，他就迟疑一下，就是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其实有时候作品就是要分享嘛，对不对？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然后等到真的有人说，这个我要买，你要买，你确定吗？好像又有点舍不得，是那种感觉，要变别人的。可是这种好有趣哦，这代表他对这个感情的投入。对，没错。可在大溪那个地方说，现在其实蛮多这样的一个团队已经进入，其实心有意思。不过说真的，你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一开始大家就很认同吗？还是说居民就会说来，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其实说实在，这件事没有办法想象说一开始到底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因为大溪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很完整了，就是有一条老街。对。然后我们当初要实验，其实我有时候想太多，可能就没办法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好，我们就实验吧，我们就去尝试吧。然后很幸运，我只能真的说很幸运，然后很多人喜欢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才会慢慢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会不会有居民其实一口试给时间没有信任感，会吗？应该是说，我觉得呀，还有商业我们第二要边做嘛个事情，会不会这样子？因为不会是要来消耗我们吧？不会，其实长辈们他们都会默默的观察我们。
一开始其实他在看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这倒是真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真的亲手下来去实践、去改变这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从观察慢慢好奇，然后甚至动手来帮我们。真的哦，我是听说，是不是你们一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区域，或是按勇给沟场底度，好像你们是先从比较服务性质出发，是不是有吗？还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在老城区，我们办了文创市集，对，它是整理了一个很荒废20几年的老废墟，所以我们就是先进去，先把那边打扫干净，整理出来，办了文创市集的活动。所以其实大家是看到长辈们看到那个地方在改变。对，他本来想说哈，长辈哈那个。他刚才讲长辈啦，那些长辈在大溪待了这么久，想说这里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对。那当然可能后两可能余群还有上你把本来废墟的地方又整理起来，好像又不错的感觉，对，对不对？我们会带进他们比较陌生的那一块设计感，然后就不一样的。一开始说实在，就像日日田植物所在整理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就因为我们不是全时间都在那边做，不像公班进度很快，他就说你们怎么做那么久？你们要做到明年吗？但是当我们很有特色的，我们一门是用老木去拼的，很有特色的一扇门，一上去之后，他就说哎呀很水呢，讲呢，讲呢，这边给录影，他就会说哎呦，某汹涌哦，轻讲哦，那种质地不一样。对，所以你有看到大溪的改变吗？有吼，因为其实你也不是一直都住在大溪，你是巴德的人，对不对？巴德人，桃园，那后来搬到大溪，现在在那边。你看到大溪最大的改变有没有改？你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早期的，就是也是一样，像你刚刚说的老街啊，然后跟小吃，然后到后来有三手为市集的出现，然后跟新南一二，然后还有现在的日田植物所，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新的，算是一个新的改变这样的。是，其實鄉親朋友大家會啟動咯。其實推擺睇係有一群安樣嘅後生人哦，按三萬大病咧為啲嘅社會吼，有冇可能嘅想法，沒有可能付出，所以大家會知道，好像會那種重新燃起冇可能嘅生命力嘅感到吼。還有冇嘅故事做啲分享吼，大家聊下，等下常常咧講。歡迎熱情到兩個後生人吼，佢哋係讀台海語天節目所吼，一個係發起人吼，創辦人吼，一個係地圖嘅設計師。哇，今天真的太開心哦，介紹好多作品哦。其實講了好多有趣的事情，其實故事想要分享不完。對，其實現場有很多作品，你要不要簡單講一下？像這都是你們不同設計師的作品，是不是？對，其實因這個空間就是我們剛剛講很多的創作者，我們希望把它集聚在一起，它是一個平台，大家一起玩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像這個啊，它是我們有其中一個創作夥伴，他就是他用羊毛毡，因為看其實人物很可愛很寫實，他其實對，其實就是複印人的故事，他是希望用故事去用羊毛毡表現出來。好可愛哦！而且除了阿婆之外，還嘛該薄的黑毛。薄的。是大家不要看這種，羊毛氈要做成這樣，其實這很花時間。花時間，它其實是一針一針，對，這樣子揉，我們說像周辦也可以用揉捻出來的，對。那上面這邊也是，對不對？那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然後他是用水泥。這是水泥，然後做成燈具跟花具。我好喜歡那個燈具哦。對，它其實有點像小燈塔，下面還有一些人。對，所以它真的點亮起來，而且它這是我們那種傳統的那種燈泡嗎？老鎢絲燈泡。鎢絲燈泡，對不對？點亮起來那個。好險，我還看過鎢絲燈泡，黑某給不給供多利亞就排誰？因為鎢絲燈泡它的那種質地真的不一樣。對，不像現在泰卡都已經用 LED 燈了嘛，對不對？還用這個，哇，好棒哦。然後像我們也開始帶入鑲嵌，就是利用不同的碎瓷磚，然後希望來，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也是慶榮給不給帶來，對不對？這個是。然後它就是作為一個可以放鍋子啊，或是一些杯具泡茶的時候。我們常常講說茶墊啊、杯墊啊，對，然後但是因為這個東西顏色其實很繽紛，對，很繽紛，然後其實是一個鑲嵌的概念，對，它其實就會創造一個餐桌上的一個色彩視覺饗宴。對，不過講到餐桌，是不是你們最近也很希望可以跟在地的農產結合？沒錯，就講到食物，對不對？對啊，講到餐桌共鬥色，就要共鬥農產品。對，你們會希望跟農產結合？
因为其实大溪，尤其是我们在南新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农业很兴盛，甚至它过去其实是整个大溪的谷仓。那目前也有很多的小农跟有机产业，甚至有有机认证的品牌。比如什么样的农产品在？比如说以稻米，然后水果玉米，水果玉米、温室番茄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像叶菜类的等，还有园艺产业。对，这都是在大溪那一个区块里面，其实大家会有的小农产品。对，也是希望可以这样结合。对，然后更进一步，我们希望其实结合社区共同厨房，然后做产地到餐桌的可能性。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可以讲一下吗？就是从产地到餐桌，社区共同。去出一个所谓的特色料理，那我们要挖掘旧的跟开创新的，然后长辈们尤其挖掘奶奶的食谱，那种过去的味道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希望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加入年轻人新的食材跟创意的元素。未来希望能够推出一属于这个在地一个特色料理。这现在很想要做的，对不对？对，很想要做。还蛮口味是什么？正在调查。这很有趣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Peter 也可以在这边有不同的贡献，对不对？对，从产地到餐桌，以后我们在餐桌上面，搞不好有很多皮质的工艺作品可以使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这是我现在的想象啦。就是 Peter 他本身是工业设计师，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创作跟有一些想法都会结合，跟 Peter 一起共同讨论，然后把这件事做得更好玩。我们也期待在明年，我们想要办一场很大的活动。对。就是想要办一场，对，在这个农村去尝试，因为我们甚至会邀请日本的艺术家过来，因为在大溪台海两家提风，对，因为我们才刚去藤野交流回来，然后这些日本艺术家很对大溪非常有兴趣，他们就决定明年度要一起来，我们要办一个活动。对，大概是，但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它会结合在地，然后结合文创市集跟我们这些创作者，所以就变成真的让大溪变成一个大型的博物馆，黑暗永影哦。对，然后你黑工雷都鸦片，下黑凶凶哎哈，我们大家要支持，我们觉得这个一定要弄成功，对不对？没有问题。就一个太平给博物馆就暗永影，你都雷都鸦片，你都得看到你这边的农产品。对，因为我们要结合在地嘛，对不对？好，我可以让你看到这边的工艺，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Peter 的作品，黑不黑？而且我们有这么多农产品可以吃，对不对？没错，我们给你食物，对，然后我们从产地找到菜，然后但是我们做出食物，对不起，不是食品，食物，我们可以这东西，我们放到餐桌上面，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对，会是这样吗？会是，然后而且后面因为其实农地有很广阔的农地，我们也未来也会想要结合社区来共同推那个农村的那个体验。真的是大梦想哎，对，一步一脚印的大梦想。我们先把计划拉得很大，然后我们慢慢去实践，慢慢的耕耘，对不对？因为其实刚才在前一段节目有共斗就会糕饼业，那我就知道，因为你知道糕饼业在我心中我会有点担心，因为糕饼业是一个。就是你沟通，你不搞礼物嘛，你不有像他们自己的糕饼业，对。那台湾其实这样的东西是非常棒的，可是我们也会担心，有时候你说第5代、第6代、第7代，没有人传承对，所以你们日田食物所也会想要去记录这样的糕饼业的这样子的东西。对，其实是很幸运，它就在我们的工作室在附近。因为其实这种糕饼店，你会发现以前庙的周围就会有这种糕饼店，因为它是跟庙一起共存共荣的。对，以前庙有很多祭典的时候，有没有？你知道在贡品上面有青斗暗涌给狗饼，就会暗涌面。对，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很有趣，它并不是非常的 sweet。我得说，比那暗涌好像看起来很花俏的东西，可它确实有它的精神在里面。对，没错。然后它也会跟着庙宇的祭祀活动，不同的节气去做它。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进入去之后，协助它可以有更棒的呈现跟文化的留下来。对，所以其实讲起来，我觉得好像去一趟，其实不是只是认识这样的东西，好像可以认识那边的历史，对不对？那边的古迹，它是一个聚落，就不是只来日田而已，它应该可以看看庙宇，要不要生态皮塘，然后还有老糕饼铺。真的耶，老糕饼铺、生态皮塘，对不对？然后那边的庙宇，对，所以现在 Peter 自己有很熟了吗？那边？有啊，就算不熟，我们要慢慢一直去冲。为什么突然又很改名？就是因为怕他在旁边就会觉得好像很注重那个手工艺的温度，突然会忘记Peter 你现在对大溪，因为慢慢的搞不好以后 Peter 还可以导览，对不对？
没有问题，我相信我们以后每一位设计师应该都要有具备导览的能力。我觉得庆荣真的是眼光放得很远，他说以后在日日田植物所的每个设计师都有导览的能力。其实那就是一份对于这个土地的热情跟喜爱，你自然而然，其实我们只是在分享这个东西而已。那人家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一块的热情。对，因为常常我们就会觉得说，有青岛跟后山，你走去总头的世界，就会知道讲，哎呀，我哋那边可以给可以给嘛个咖啡馆，对不对？青岛你看，哦，我哋那边走一间嘛个，哦，我知道希望啲按用嘅总头有冇用嘅什么样的，我们公司开发就会讲，你去到几片，其实你就会带了青岛嘅东西，不过你会思考黑嘛个，你要用你结合当地嘅东西，怎么结合当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不是你回来在这边盖了一间什么什么，对，好哦，好像看起来蛮有特色的，不是只是这样，对，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有机的循环，对，你给予他们，是对，但是也从这里获得了很多，对，然后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有机循环。刚才讲的是，是啊，我想这也是你在大溪耕耘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我们希望就是不是只是我们给东西而已，其实我们也在那边在吸收，对，然后。看，我们就期待是最后能够长出一个很超乎我们想象的、很棒的成果。所以对 Peter 来说，也是可以跟不同的设计师在这个地方做交流，做 demo，可以有哈。像里面它会有一些像水泥啊跟精工，那我们常会讨论说，还能变什么，就是能怎么样做一个变化的。对，所以你白天如果做工业设计，然后等到比较想要疗愈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跟别人交换一些。对啊，对，而且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也会成为你创作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灵感来源？对，你接下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皮质工艺创作，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就是还是会希望朝着就是加入不同的元素这样。多元媒材，没错，现在都是这样子。对，好，所以其实今天邀请到庆荣跟 Peter 来到亚田，就会同台港的 COK 就会以后去大溪，其实不要只去逛老街。应该是逛完老街也要来逛逛植物所。对，我的意思是讲，不是只有老街，对，其实大溪比我们想象中的有趣很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桃园没有什么好玩。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去翻转这个可能性。对，你了解那种感觉。一般来说，我们有使命在了。对，因为来说哇，我们一到台南就会一个大古都，各个点都非常有趣。然后桃园就有一条老街。对，好，其实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要翻转那个概念，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去那边多看看，对不对？欢迎大家来。最后节目其实哇，这个。感觉上进得很快哈，节目很快就接近尾声哦。有没有最后要跟朋友分享的？跟朋友分享最后一点点。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溪啊，我相信它会越来越棒，而且它的形态它会非常多元。是，然后最希望呈现的其实是生活。那我觉得其实会精彩的不是景点，其实是在里面的人跟故事。这会相信会让大家去有不一样的收获跟感动。好，真的，我希望大家都给片都得认识老高饼业的故事，对不对？看到这样的一个老店、这样的庙宇、这样的古迹、那样的历史痕迹、那样的生活生发给痕迹的维度哈，然后再来认识日日田植物所的工艺产品。也许明年有机会做点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好，跟不同艺术家的交流，好不好？今天谢谢庆荣，谢谢 Peter 安之 C。好，观众朋友，希望大家来当做基本嘅节目吼，咁個睇下莫最快要聊下，等下聽你認同先生啲做認同了。